后来继续来看台南市政府开4亿3000万打造左镇化石园区，这个礼拜日母亲节要正式来开幕。 放西牛菜色伫义幕上，那真的咧震动，还阁会使做翕一张相。这个所在是全台湾上侪化石馆藏的所在，嘛是国内唯一的化石主题园区。台南市政府开4亿3000万新打造的左镇化石园区，这化石结合科技，让民众互动更加趣味。就看到 暴龙和大象，还有一些化石。对小朋友来说，那个他们应该是要演到才能够学习到东西。很多，如果你只是走过去的时候，其实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了。 左镇是古生物乐园，除了有真侪贝类恐野化石，还有珍贵的左镇人头骨甲犀牛。早版犀牛其实台湾首次这个有这么完整的大型哺乳类化石的出土，然后约有40%的骨骼是非常完整。第5月底以前，台南市民会当免费进园，超过4600件馆藏，还有考古坑的挖掘体验池，互你做一天的考古家。